請所有唔識畫眼線嘅人都要 save 低呢條片。每次畫眼線都好似開盲盒咁，唔知邊次會失手。實測兩個手殘黨都畫到嘅化妝小技巧，想畫出一條唔失手嘅眼線，首先要準備碎粉，將碎粉倒喺蓋上面，再拎出一支牙膏狀嘅樽，用佢嘅尾巴位置染起碎粉，印喺下眼簾同上眼簾嘅尾段，就會出現咗一個三角形嘅空隙。用眼線筆由顏色咁填滿佢，將碎粉掃開，係成功噶。再跟翻啱啱條眼線畫長啲都得，見啊，試一次就成功。試埋另一隻眼都係零失手噶，碎粉仲有定妝功能，條眼線就冇咁容易甩啦。平時搽眼睫毛啲睫毛膏成日揩到上眼皮，搞到隻眼污糟晒。今次拎出我哋嘅小工具睫毛鉗，喺夾完眼睫毛嘅時候直接搽埋睫毛膏。見證實測結果時刻嚟啦！雖然眼睫毛冇變太陽花，但係呢個方法真係解決到睫毛膏黐喺眼皮上面嘅問題。缺點就係會整到個睫毛鉗勁污糟。整體嚟講效果都幾好，推薦俾手殘黨人士啊！有啲咩化妝技巧想學呢？留言話我知啊！拜。